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3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增加39769例本土病例，41人死亡。行政长苏贞昌早起伫立法院表示，10月13日开会见。国民党特别讲，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江聪燕的学术论文有4成是抄的。江聪燕表示讲，愿意接受检验。新闻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39769例本土病例，185个中重症，有41个人死亡。其中有一个死亡的个案是一个20多岁查甫人，伊做过3档的疫苗，无慢性病。伫厝林峰发现的时阵，就已经昏迷了，送到病院之前就过身。指挥中心嘛表示讲，目前病例数是有大大的减少，已经是会等候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昨天新确诊的本土病例数有39769位，那比起上个礼拜5的41000多人，也是少了4%。那目前这样看起来，疫情还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今天公布41例的死亡个案，其中有一位最年轻的是20多岁的一个男性，本身有接种3剂的疫苗，那没有慢性病史。在这个9月17号的时候，这个应该说在家中被朋友发现说，已经昏迷，然后没有这个反应，属于一个在家中死亡到院前死亡的一个个案。那经过这个急救仍然无效，那死因在这个行政相验的时候是研判为新冠肺炎。先前有打过高端的疫苗，那如果没有办法进入美国或其他类似像这样的国家，就是没有施打这个他们所认可的疫苗，没办法进去的话，那这边可以再补打就是相关。那像美国的话，就再打2剂。这个口罩的部分跟0+7，就是我们边境解封是没有关联的。10月13号，我们如果实施0+7之后，那入境的人可不可以住一般旅馆？答案是可以的。疫情等候10月13开始特别开放边境，行政长苏贞昌今仔早起伫立法院嘛表示讲，9月29会先第一阶段放令，观察1礼拜，若是无啥问题，佮过2礼拜就是10月13，就会当互民众恢复正常的生活。卫生福利部部长许瑞元嘛表示讲，禁团令嘛会取消，也毋过中国旅客来台湾爱佮另外拍算，嘛建议讲寒人之前佮继续挂喙罨，度过流行感冒时行的季节。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开议头一天，伫施政报告备询前接受媒体联访的时阵表示，新冠疫情已经行到结束前最后一里路，伊个人恢复正常生活日子真紧了。全部来恢复正常生活，开放国境。10月13号。新冠疫情防疫解封，政府规划2阶段放令，国境大解封，入境免期检0+7新制，一定10月13实施。若是喙罨令放令，恐惊爱阁稍等的。我们是建议可能到这个冬天之前的话，都还是会有一点维持。原因是说再过来就流感的季节。卫福部长许瑞元表示，10月13入境总量管制，暂时规划每礼拜15万人，会看情形做调整。未来若做进入0+7，都不需要电子围篱强制管理。不过外界烦恼无法度控管外国的旅客。防疫进入这个阶段之后，我们都会倾向于自主管理。那外国人的部分，我们当然会透过旅行团或者是规劝的方式，也希望他能够配合我们的防疫政策。若是边境开放了后，是毋是表示指挥中心就要改善？王必胜阁声明，指挥中心爱到疫情完好到一定程度，无特殊状况处理才会退场。传染病这个5类改为4类，就不应该有指挥中心了。这个是法定规定的，它自然就退场了嘛。若是大陆观光客入境管制，是毋是同齐放令？许瑞元表示爱阁研究。不过陆委会发声明表示，考量到人道甲家庭团圆的需求，9月29开始，头一届边境放令会当依照规定申请入境，包括探亲、丧事也是商务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两华情势紧张，因为伫乌俄战争，无人机亲像是真有路用，所以传出讲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规划一个200亿无人机计划。
也毋过这个计划却无经过国防部长邱国正直接指挥副部长来推动哦。佮要求中科院爱交出相关的技术佮预算，嘛无要甲原本的供应商来合作，或者要甲民间的厂商来配合，嘛引起争议。没有，我们国军要军购或做任何一个武器的一个筹购的话，一定是依据做需来，所以各军种有各军种，大家都很合理。为什么要这个装备？啊，要经过这个审核。人家哪一个高人什么指点，我报方讲，我觉得蛮讶异的，啊，没有这种状况，一定我们的需要嘛，我们提出来，按照程序走嘛。到目前我没有接获任何告诉我你要买什么要买，没有过。邱国正强调讲，所有的军事采购拢有固定的天数。另外，针对美国总统拜登第4届强调讲，台湾若需受到攻击，美国已经会出兵来协助防卫台湾。邱国正嘛是搁再强调讲，家己的国家就爱家己救，唔通仰望美军哦，咱应该爱先自主。来看，今仔是立法院新会期的头一天，行政院长苏贞昌来进行施政报告，也毋过国民党团一透早就接领主席台来抵制会议，提出讲爱苏贞昌为疫苗的采购、会室内等3个诉求。民众党跟时代力量党团是呼吁讲，互院长先报告哦，大家再来提出质询。也毋过到中昼，苏贞昌嘛是搁无法度上台去报告。立法院新会期开议第一天10点前，国民党团到行政主席台组个议事，发公要求行政院长苏贞昌先为疫苗采购、会室内等3项诉求，安尼无要互伊上台报告。第二点，有关疫苗受害的审议程序必须尽速处理。第三个，有关疫苗的购买天不统统，我们希望有一个立法院的专案报告。国民党立委张万安结束选举行程了后，嘛加入批评对手陈时中。暗过国民党阻碍议事，另外2个在野党民众党甲时代力量是反对，认为应该伫台顶甲苏贞昌正面辩论。我们还是在此呼吁各党派应该要理性问政，那跟这个苏贞昌院长直球对决。我们希望能够尽速开议，能够给国人一个非常清楚的。立法院就是应该要做事情，领国家人民的薪水，而不是用这种不开议的方式去进行处理，规避你自己的责任。时力甲民众党团认为，这届预算会期有真侪重大法案，相信国人无乐意看到延误开会。一直到中昼，苏贞昌拢无法度上台报告。立法院空转，相信不是国人期待。那没有让我上台报告，怎么知道我会怎么表示？我希望就是说4个儿子。而且大家来协商嘛。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是呼吁国民党有啥物问题，直接问苏贞昌就好。选举到啊，希望国民党莫演甲先超过。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新的市长参选人高虹安因为论文争议，又搁引起政学力的风波。台北市长郭文地昨是讲，外界对高虹安的批评，就亲像是一个恶霸中间女性，这个女性为了要抵抗家己一喙，结果搁互骂讲，你哪会使黑白家人？郭文地讲法嘛引起争议哦。也毋过今仔早起是强调讲，伊无讲毋对话，嘛搁再批评民进党用国家的力量来修理高虹安。伊嘛讲哦，外界无应该批评受害者。应该爱谴责加害者才对。他短短2天的网络声量，比陈时中1个礼拜加起来多，这太过分了。我为什么用词这么强烈？你知道？感同身受。对高虹安来讲，他辛辛苦苦拿到一个学位，他本来是在引以为傲的东西，结果你们这样，这个已经不是言辞，这种网络攻击的，这种电视台这样轰炸，这已经不是言辞霸凌了，这是人格毁灭。他的逻辑是对的，可能这个比喻的恰当与否，大家可以讨论。但是我是觉得，重点是那个事件的本质，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做贼的喊抓贼。黄珊珊表示讲，郭文地爱对家己的发言来负责，将对市员柯淑华呼吁台北市政府召开信评会来讨论郭文地言论。黄珊珊是表示讲，伊尊重信评会的机制，也毋过黄珊珊嘛小听高虹安批评讲有人是做贼的在画掠贼。
再来看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凤梅早起质疑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江聪燕，宜兰港大学国际企业系学术论文有4成是抄的。国民党嘛呼吁江聪燕应该爱提选哦。江聪燕是表示讲，伊愿意接受检验，嘛会尊重论文审查的结果。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凤梅二三质疑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江聪燕伫淡江大学的国际企业学系硕士论文涉嫌抄袭，抄袭比例有40%，而且含有8人的社论。人也批评这论文亲像小学生交来个大气的共款。你有标注的，我通通给你挑出来，还达到40%。江聪燕也应该出来对他的硕士论文涉嫌抄袭。而且你是一台这样的拼装车。国民党宜兰县议会党团了后，也质疑江聪燕论文抄袭已经设计，应该比较林志坚退出宜兰县长选举。江市长，你的论文抄袭就跟你的好朋友林志坚一样，我们想要请你退出宜兰县长的选举。民进党宜兰县议会党团也马上回击，江聪燕在参加宜兰市长照机构活动时阵，针对论文前期做出说明。写这2本论文，其实都跟宜兰县未来的发展有重大的连带关系。我们会虚心接受学术上的一个检验，我们也会尊重检验的一个结果。江聪燕讲，伊写这2本论文，甲宜兰县的发展有重大的连带关系。伊对宜兰的未来有愿景，会做上好的努力，会牺牲接受学术上的检验，也尊重检验结果。宜兰县担任县长参选人林志标牵涉8项，江聪燕牵涉论文抄袭，双方阵营炮火愈来愈大。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北地国民运动中心羽毛球馆的天棚哦，伫918地震的时阵，全部拢崩落来。即马又搁传出讲，大南消防分队的工程有153个欠点，毋但漏水，阁有跳电的风险。同市政府北京分计划，拢总用12.1亿的经费，其中进前8地国民运动中心伊的羽球馆天棚，则因为3级地震煞崩塌。即摆阁传出共计划大南消防分队听声，原来有153项缺失，那漏水严重，也阁有跳电的风险。有一些那个寝室会造成有些漏水的倾斜，那地下室会造成那个排水管会冒水出来，那造成积水。这1年多大概100多件，那现在陆陆续续学起来，大概剩下10几件。那这10几件其实我们都有按月多做列管追踪。市政府工务局表示，目前也阁伫报告期，承包商也陆续完成漏水的修理。针对北京分计划争议不断，国民党提出好亲像随租营造加电蚊产的灯笼，呼吁检调进行调查。到底王化宇是谁？瑞筑营造龙邦国际的董事王化宇，是不是就是你前行政院新闻局局长任内的机要秘书王化宇？根本没有中间人这件事情，这样子为了救选情的恶劣手段、低级的手段，实在是非常令人的不齿。针对国民党讲的灯笼事件，新闻处否认讲这是抹黑、无影无迹的代志，也强调8地国民运动中心采购完全合法透明。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文湖线今仔早起伫上班的时间出包哦，有一台车因为方向无法度自动驾驶，造成中山国中到新海站的路段暂停营运。捷运局只好派公车来载送旅客，互赶要上班上课的人客哦是真着急。车站内面真侪上下班的旅客时间拢被牵着，有人伫月台顶等袂着车，有人是踮一个暂停中的列车顶头等。早起8点31分，台北捷运文湖线搭场列站往大门园的方向有一台列车，因为无法度家己驶，行管中心依照 SOP 派客车接驳车顶80位旅客，中山国中站到新海站因此暂停营运，用公车来接驳。全线列车也因此车班拢大乱。有进到列车内啊，只是月台的列车都没办法开，就等于在里面卡半小时。我们有下去，然后又再回来，因为我们在等他们的接驳车，但是其实人很多，所以我们也没有赶上接驳车。代志发生去当阵，正拄是上下班的时间，真侪旅客行程拢被牵着，拢走去出门出门提5点证明，因为全线是采取区内营运，也加开专车来接驳旅客。捷运公司讲，经过紧急处理，排除异常状态了后，全线伫咧9点21分恢复正常营运。
因不因为列车调度的关系，也是有小可前调。异常处理期间，行控中心除了加强广播，另外透过公司的网站跟台北捷运购 APP 宣导，同时启动中山国中站到辛亥站的公车接驳跟弹性调整班距来因应。捷运公司讲初步检查，认为是列车的辅助电力设备故障，因若详细原因将会送厂检查了才能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人被骗到柬埔寨、缅甸做诈骗哦，今仔有被害者甲民间团体各立委直直欢迎开记者会。因讲，因虽然永久返来台湾，也毋过嘛是阁有真侪问题需要克服。因望讲政府相关单位应该继续提供因协助。对，就是希望政府可以多多关心我们，就是关心就是我们这些就是经济比较不稳定或者是的问题。然后也希望就是还在柬埔寨那边的人，就是可以顺利的被救回来。新闻永久回来人口贩运被害者，二三伫民间救援团体加下党派立委的协助之下，站出来说出因的心声。救援不应被等待，救援不应被等待，让被害人尽速返回台湾，让被害人尽速返回台湾。这一2个月，透过政府甲民间的努力，有不少人口贩运被害者永久返来台湾。不过返来台湾了后，阁有真侪挑战甲困境。警方其实是知道，那会告诉他们说：“你先居家隔离之后，然后警方再找他们来做笔录。”好，可是他们后面要怎么做，其实是不知道的哈。民间团体肯定政府较大的努力，不过希望政府会当搁较关心被害者经济、心理等方面，互因法律上的帮助，嘛呼吁政府爱加出一出力，因为要对柬埔寨返来的过程，唔但爱开真侪钱，搁常常会互人揩油。柬埔寨我们的过去的签证其实只有1个月。那你超过的每一天，柬国政府要跟你要10块钱美金的签证逾期费，甚至他的承办偶尔有一些还会跟你再要50%的小费。民间团体表示，幸运返来台湾的被害者，嘛会当提供因的经验，互救援团队参考，所以望政府更加重视因的心声。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新北市有一个新手妈妈，伫4月份的时阵，住伫新北市邦桥一间做未来中心哦。有一天会看到监视器，讲看到伊查囝，因呢，照护员竟然就直接用水道头去冲囡仔。伊讲哦，若剩咧洗洗过咧，妈妈是看甲真唔甘哦。其实这款照顾的方法嘛，无合国民健康署的建议，所以因要求护理之家应该爱检讨改善。监视器外面看到照护人员抱囡仔伫水头头食，家长讲伊发现查某囝异能的时，照护人员竟然是用水头头直接甲抢。护理人员呢，他的行为让我们真的蛮惊恐的，因为他的动作很像在洗西瓜。小孩，如果你这样冲他，你的小孩当下有可能看起来没事，但他3天内有可能突然肝性溺水死亡。家长出面控诉，讲若照国民健康署的正确步数，囡仔异能的时应该用刷布豆豆甲切，因看到囡仔的红棍仔后壁甲身躯互安尼抢，真正烦恼会受伤。嘛要求善后护理中心改善流程。这个机构它确实有重大疏失，或者是违反法令。如果卫生局它经过查确实是属实的话，它可以报给我们卫福部来做一个废止它的评鉴合格的一个处分。其实呢，我们并不是放在水龙头下面的这个问题，但是妈妈可能从她外面的那个视角，她以为那个角度呢是那个距离是合在一起的，其实它是一个那个关心在看的时候的那个角度的那个误差跟误会。护理之家澄清，因拢合法合规是外面的误会。不过家长认为业者需要改善，嘛望政府爱设一个平台，通公开全国相关业者的卫师开发的记录，合作爸母的下当来选择。记者赵立凯台北采报道。云林延民国中哦，伫2档前防检举讲学校针对服装仪容的规定违法，阁有体罚学生。国教署调查认定讲学校确实有问题，也毋过云林县政府的教育处是认为讲问题无严重，就结案咯。监察院嘛来进行调查哦，后来是认为云林县政府教育处的处理有怠慢，所以提案纠正。云林县的延民国中一直传出学校违法对学生的清查，为头管到尾，包括头毛、衫、袜啊，甚至查某囡仔内衫穿什么色也来管。监察院23条开记者会认为，云林县教育处伫调查过程真怠慢，提出纠正。
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大概的做法都是直接用韩文要求学校做说明而已，文来文去，然后也没有真的直接去做调查跟了解，陈述人就会不满然后就一直在陈述就认为说所以我们才会在调查意见当中认为云林县政府只为针对陈述事项。延平国中有体罚的状况，在国教署的要求之下，县政府到延平国中抽访60个学生，发现有一半的学生都互人体罚过，但是校方调查认为状况无严重，也无就是讲无完全符合体罚的要件，认定老师无问题。云林县政府也就相信校方单方面的讲法，落尾国教署这摆要求学校再甲老师记新界。所以又一再的推荐，然后一再的要求他们去厘明。开完5次调查会议之后，6个老师当中有4位明确就是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云林县教育处伫这个进前无提出回应，另外监察院也希望教育部会使加强监督各地方政府的教育主管机关。记者郭文丹报道，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总统普廷讲要征调30万的后备军人来加入战争，嘛造成罗西亚边境有真侪人赶要出国。有人讲因实在是真惊讲爱去做兵小节。某学生已经收到通知正做头一批入伍的阿兵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嘛用俄语来向俄国人来话话，爱因认清战争的真相。收到征召通知的人，甲出来人咱做伙告别。有人已经换军衫，准备要参战。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要征召30万后备军人，第一批入伍的人员拜是一个各城市集合。有一位少年人也收到征兵通知，不过伊即马也只是学生而已。Потому что по приказу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тудентов был указ не брать, а такое,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не объяснили людям и забрали даже без объяснений, это неправильно. 根据美国国防部8月统计，已经差不多7万到8万的俄国士兵伫乌克兰战死或者是受伤。针对俄罗斯发布的军事动员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拜四暗的谈话改用俄文对俄国人话话，讲这场战争已经进入民众的生活。Российские матери, не сомневайтесь, что дети верхушки в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а войне против Украины не окажутся. Те, кто принимают решения в вашей стране, берегут своих детей, а ваших детей даже не хоронят. 真侪俄罗斯的男性为了要闪避征召，造成俄国的边境出现真侪人想要出境。俄罗斯甲乔治亚的边界出现车队排了5公里长，甚至有人等了12点钟才出境。也真侪俄国的民众想要去芬兰。Все прохождение границы заняло у нас 12 часов. Почему так долго? Количество машин так долго? В чем проблема? Не знаю, мне кажется, как-то медленно пропускал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ограничники как-то. Yes, I'm afraid. Why are you afraid? Because it's very big mistake. 另外，飞土耳其伊斯坦堡、塞尔维亚贝尔格勒等地机票，那是机票起，而且票也已经拢被抢了了。也不过包括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甲捷克等国家，是讲未为俄罗斯人提供庇护。后面是讲将会针对俄国民众进入欧盟国家做统一立场的说明。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联合国粮食机构22警告讲，因为战争、疫情、通货膨胀、佮气候变迁，全球有超过3亿人口目前是面对饥荒的危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嘛造成全球有7000万人生活有困难。全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形，82个国家内面有3亿4500万人正拄着严重的粮食无安全的问题，是2020年疫情发生进前的2倍半。而这个人内面有40个国家的5000万人正承受正严重的营养不良的情形，正伫咧讲饥荒的大门。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向全世界警告讲，饥荒海涌就要来啊！ We're facing a food pricing problem in 2022 that's creating havoc around the world. Well, if we don't get on top of this thing quickly, and I don't mean next year, I mean this year, you will have a food availability problem in 2023, and that's going to be hell on earth. 伫最近巴基斯坦做大水，农作物拢被泡甲烂去，真侪男女老幼无家可归。伫咧救援布棚内面，伫着顶盘，但内面领食的，地场是提前出现
世界粮食计划署所警告的。刘计署讲，气候变迁影响作物的收获，中美洲、南美洲、印度这块温度较悬，也个做可化。敢若是伫咧非洲，粮食生产就欠110亿美金，因若农作物种植需要的肥料，这么供应也出问题。Number one, China's got a complete export ban on fertilizer. Number two, producer of fertilizer in the world is Russia. And they are struggling to get the fertilizer out. I'm asking world leaders, I don't care how you feel about Russia, China, or anything, fertilizers have got to move to bring food security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俄战争以来，粮食、燃料、肥料的成本一直起，已经和7000万人更加杀向饥饿的状态。虽然乌克兰和俄亥的3个港口自7月底开始开放出口粮食，俄国的肥料也重新进入国际市场，不过包括伊索比亚、南苏丹、奈及利亚加也门等地，都拄到饥荒的问题。国际社会若是无赶紧采取行动，粮食的危机到2023年将会更加恶化。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伊朗有一个22岁靠德州的查某囡仔，因为头巾无绑好势，互警察抓起来，后来却互警察拍死。这件代志引起伊朗民众的不满，拢行上街头抗议。因为抗争的规模是愈来愈大，国际上嘛真关心哦。荷兰、加拿大拢有人斗赞声。伫联合国大会顶头，美国甲伊朗的领袖嘛有针对人权议题来发表看法。有人权团体就讲，民众抗议当地政府镇压，恐惊已经造成超过30个人死亡。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路继续组织抗议前条，小头巾声援宗教警察抓人拍人了后死亡的女性艾米丽，反对占卜的独裁统治。艾米丽过身已经6天，人民的怒火为伊的靠德族家乡花贵宗派拖到全国数十个城市，就连荷兰、阿姆斯特丹、土耳其、加拿大拢出现声援的抗争。有示威者甚至当场长头毛表达抗议。纽约联合国大楼外口也有大批示威者批评伊朗总统莱西是伤害百姓凶手，应该予起诉。会场内舞会莱西伫人权议题甲美国互相批评。And today, we stand with the brave citizens and the brave women of Iran, who right now are demonstrating to secure their basic rights.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ستانداردهای دوگانه برخی از دولت‌ها حق جوامع بومی کانادا که فرزندانشان به جای کلاس‌های مدرسه در گورهای دسته‌جمعی حیات مدرسه دفن شدند. حق تعیین سرنوشت ملت فلسطین، حق توسعه ملت‌های تحت تحریم، حق حیات ملت‌های تحت اشغال یا قربانی تروریسم. 艾米尼之死引起的抗争潮是伊朗为2019年连续继续起引起的骚乱以来上严重的一摆。专家认为，伊朗人对立场严厉的国家监视甲人权侵犯的不满已经引爆，社会行到面临真大的转变。I think the murder of Mahsa was probably the last drop that led to this overflow. It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a big change. It could also be, what worries us is what the authorities will do. 伊朗当局目前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镇压民主运动，未来敢会对抗争人民用更加激烈的手段真受关注。总部设定挪威的伊朗人权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明确表态支持伊朗人民争取正常生活，若无难度老会镇压。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过来消息，过来看中华溪州有一个国小2年级的查甫囡仔，昨暗头啊伫准高的耍水哦，可能是因为水利会熊熊放水，这查甫囡仔互水冲走，后来是伫3公里远的水门找到伊的遗体。农水署是强调讲，这是为着灌溉的需要正常放水，警方嘛会调查原因。救援人员经过透明超吹，2、3透早总算伫水门边发现这个跋落水的查甫囡仔，但是已经失去生命现象。这里动水时通报跋落水的所在是已经超3公里远。年约8岁意识不清，患者呈现欧卡，那给予紧急处置后由西周91送往卓医院。代志就发生伫22暗时，中华溪州一个国小2年细蛋的查甫囡仔，那亲像去徛街附近的车仔边船耍水，煞去互大水冲走，透明搜救也是救不倒来。当地居民表示，囡仔是对公园边仔楼梯爬落去溪床，会发生意外，怀疑就是因为溪头遐熊熊放水所造成的。
有轮水卡位，有当时喺边，有当时要到这边。哦，啊，平常时水拢遮大吗？那有只要有轮水卡轮到，就是拢安尼。面顶遐嘛有人跳高，但是要放水都要找啦。囡仔家长指控，同一天伫中华梨林的北宝圳，嘛传出有人跋落水的意外。这期是为着要找遐迄个失踪者，才会向放水。但农水署中华管理处表示，2条引产水圳是分无同所在，这两案件并无牵连。放水单纯是为着引产需要。灌溉那个渠道啊，都是封闭型的渠道，然后它也不是所谓的那个戏水空间，或者是适合人下去游憩的一个空间啊。农水署中华管理处表示，平常时拢会照因产的需求放水，放水进程未发警报。不过嘛有性拿早甲经过的标记，边仔嘛有救生钳啊顶设备，详细责任归属，警方也搁咧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一个12岁查甫囡仔，因为伊爸爸妈妈互通缉，伊真惊讲卖互掠去关哦，所以去年11月就转去三明区一间国小，也毋过嘛拢无去学校。教育局是通报警方斗相共找人，伫9月初已经找到人咯。警方表示讲，这囡仔拢互关伫房间内底，应该是无受到虐待，也毋过真惊生昏。阿公阿嬷已经先甲这囡仔带回去照顾咯。米伫4批大的瓦房当中，化名小兴的男童，因为互通缉的爸母无想要互关，嘛惊互勒索，带着伊台南高雄4个米，学业嘛中断。这对父母亲为了躲避警方的查缉，所以他租屋的时间都是3个月到10天不等了哈。那最短的大概是10天。警方表示，小兴甲爸母拢住伫较俗的出租雅房也是套房，换所在时阵较会出外，其他时间拢互关伫内底。高雄市教育局为去年11月发现伊转学无到学校，家访嘛找袂着厝内人的时阵，就通报警政中促系统。毋过因爸母一直咧搬厝，增加追查的难度。最后是警方掌握着爸母伫咧一个所在活动，伫咧9月初较找着即口罩，毋过3个人匿伫咧房间内底。男童甲妈妈困伫咧眠床顶，爸爸困涂骹。因爸母拢是以捡回收物，还是二手的手机去网络卖来维生。他确实是很退缩。在问话的部分不太能够回话，大概因为长期这一年来确实比较都在居家，减少社会的外界的一个社交哈。社会局表示，男童初步检视无互苦毒的状况，不过对社交有一寡惊吓，已经由伊阿公阿嬷带回台南抚养，而且进入高中来读册，后续由台南市政府来提供着辅导甲协助。教育局只是回应，一般学生若3天内底无到学校，就会通报家访。这个个案有1档找袂到，是因为伊的爸爸妈妈一直带伊搬厝，无法度查。男童嘛是转高雄最后一个通报中辍的协寻者。今年度183位高中以下的中辍生拢已经找到。记者王丽婷、明昭款个人报道。中华河边有一对兄妹仔，爸母离异咯，爸爸嘛因为癌症过身，也毋过因无钱办后事，厝里嘛拢互断水断电。无想到讲消息传出，因着收到上千万的捐款，县政府嘛已经甲捐钱的口子关起来咯。也毋过所有民众用议员助理的名义继续募款骗钱，警方嘛呼吁民众毋通搁互骗。网络出现假报的少妇，讲家己是议员助理，因为募款少妇有问题，爱民众捐起新的少妇。消息一日出来，互中华河美的民众无傻傻，互人偷用名的中华县议员赖清美，嘛去警局报案。当议员的也不会自己设什么账号让人家捐钱这样子，所以我今天正式来那个和美分局这边来报案，我们要把这个人抓出来。他这已经涉及了刑法诈欺罪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也会依循相关的一个线索来进行侦查。中华河美这对12岁甲10岁兄妹仔，爸母离异了后由爸爸照顾，啊毋过厝内负责趁钱的爸爸，煞因为癌症过身，毋那丧葬费用拢无，厝内也互人断水断电。小兄妹仔已经真侪天无法度洗身躯。消息一日公布，各界善款拢入来，县政府的捐款少户已经有1000万，所以把少户关起来。会采信托的方式，那信托就会有监察人，会有律师，整个来做相关的一个管理。小兄妹仔亲友也陆续赶倒来斗3天，目前水电已经有啊，互因会当维持基本生活。小兄妹仔阿叔嘛表示，各界的善款会专款专用，也会负起照顾的责任。细汉红个甲拖黏黏捌出大汉咯，哎呀，我嘛无可能唔甘，绝对要让我唔甘啦。
中华关社会处表示，除了将存款交付信托专款专用，嘛甲小兄妹纳入计收入户。若是阿姐有这个意愿做监护人，社会处表示会进一步评估，希望会当提供因上好的照顾。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客家有一个渔民啊，最近提供独木船、骑水上乌托邦、佮快艇等收费的活动哦。也毋过有民众认为应该是无合法，嘛提出检举。台南市的农业局是强调讲，向民众收费来体验水上的活动，就爱先申请哦。因最近嘛去现场来了解。互分做两区的这个渔民占地大概1甲外，不过这个水池内底无饲鱼，是说水上乌托邦，佮有汽油艇，互民众来体验。应该是会啊，有兴趣的就会去啊，还不错啦，因为没有在渔轮上面骑过啊。渔民会使耍水上乌托邦，这个是第一个听到，业者甚至连救生衫佮救生员拢穿好势啊。我们有旁边都会有工作人员在那边顾，申请过就可以玩了。台南客家这搭渔民分做两区，一区开放予游客钓鱼，一区是业者特别推出水上乌托邦等水上设施。虽讲即马水上乌托邦各种也未开放予民众耍，不过消息一出来，农业局认为讲，敢若无啥下法规。我想这是交咱农地农用就较无符合。假使咱的渔民朋友，如果咱农民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其实咱是毋是来甲辅导转向迄个休闲农业这个方面来努力来？想讲遐有一个老头有伫遐关公，想要改看人客改真够要算卖。啊，你若要用，阮就爱。我会去申请迄个执照。农业局强调讲，最近会开始实地会勘，看敢有违反农地使用规范。不过也强调，若业者想要经营休闲农场，也会当辅导申请，较免违法。记者综合报道。新利息对有贷款欠银行钱的人哦，压力会增加。专家是建议民众会当甲银行参详，甲行政的期限有好长来减少压力。教育部嘛强调讲，对于读册学生仔来讲哦，政府是专业来补贴就学贷款的利息，所以对学生仔来讲应该是无差。美国联准会宣布升息3码，咱个央行行低升息半码，对房贷族来讲压力也增加，尤其是第一遍买厝的人条件变悬。现在物资也都一直在上涨嘛，然后房贷在接连上涨，一定会有压力的啦。那贷款1000万，利息1.703%，用本息平均下来算，升息半码，一个月就要加入要到600，一年就要加入7000。或许可能跟银行讨论宽限期的一个可能，透过2到3年左右的宽限期来稍微喘息。那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是，如果它是本来20年的房贷，那可以考虑跟银行讨论变成30年的房贷，那压力的一个部分上面就会明显减轻。学者讲，若是台币的利率差距愈大，资金就可能向外口流出去。不过，市场的利率可能会继续向上升，房贷族的成本可能比预期中国较大，刺激也可能会大。因为这个市场资金开始在流失了，所以说还是要特别留意呢，房地产这个价格呢有没有出现一个反转的现象。伫咧就学贷款的部分，教育部讲，目前93%的就学贷款学生在学期间的利息由教育部全部补贴，其他7%的就学贷款学生原本需要家己负担一半或者是专业的利息，又要由教育部协助补贴，因为升息所增加的利息。因此，所有办理就学贷款的在学学生，拢袂因为这边升息增加利息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甲台语来做严重危险的语言哦，其实有袂少台湾人嘛有这款意识咯。咱来看有一阵爸母，因若伫厝里教囡仔讲台语，佮有组共学团哦，来创造台语的环境。明仔载拜六暗时7点半，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的节目，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台语路共学团是安怎来为传承母语在打拼。各位。这球场的囡仔当地踢球，教练嘛伫边仔专心咧指导。不过，甲其他球队无共款的所在，是伫遮训练甲沟通，拢是用台语。甲佫有人问讲，骹球为虾米会使用手对无？因为4年前有一名家长，因为想要甲囡仔伫生活当中用台语来对话，就伫网络顶成立台语路共学团，互大人甲囡仔有伴会当做伙讲台语。拄开始，阮就是写台语亲子的生活过程，互大家了解讲，台语家庭其实是啥物款模样。
台语囡仔活动是找无的，所以阮在团员想讲家己想办法招，想办法办。公园内底有几只碰瓷？那这一只，过来2只。为着满足囡仔的愿望，嘛鼓励搁较侪父母甲囡仔讲台语。台语路剧学团用要2年的时间制作一本台语囡仔册，会当听、会当唱、搁会当耍，满足囡仔感官的需求。嘛提供有心要甲囡仔讲台语的家长，会当搁较利便，甲台语也搁有生活结合做伙。愈侪人做伙，迄个力量是搁较大哦。所以其实除了我家己写以外，我有鼓励其他的家长嘛拢做伙来写。经过4年，囡仔豆豆大汉了后，敢有法度继续用台语来学课本内底知识，对父母来讲是另外一个考验。虽然这条路有真侪困难要面对，不过台语路剧学团已经在各地定根生态，豆豆组织这的力量，扩大台语使用的环境，让咱的母语会当哪来哪时行。记者综合报道。今仔9月23是国际手艺日，今年是以手艺互咱团结为主题。咱来看艺人廖小彤哦，伊的父母拢是耳孔听无的人。最近翕一首手艺歌的 MV， 影片内底字幕会变化，对歌曲速度有紧有慢哦。歌词的字体嘛有大有小，望讲互听众的朋友会当用看来感受音乐的节奏。忽然之间。天昏地暗。莫文蔚抒情歌曲，突然之间，艺人廖晓彤重新拍 MV， 那用手舞来呈现，字幕的速度大小，拢得到音乐的紧慢一个旋律做变化。会想要翕这个 MV， 是因为廖晓彤伊的爸母就听无，伊家己正爱音乐，想要了解听无的人是安怎去感受音乐，所以有这项音乐创伫咧创作听无的人音乐优先环境计划。去访谈重度听障的，而且是用手语来做沟通的聋人，然后我们去了解到说，他们怎么样去理解歌词，然后怎么样去看见从音乐里面看见节奏，或是从触觉里面去感受到节奏。希望用 MV 加手舞加歌曲结合做伙，唔那是照利比亚尔。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世界会当突然间什么拢无，廖晓彤用世界突然间无去这项手舞来解说加体验手舞的水，同时和艺术更加挖掘音乐。另外也甲导演一直沟通，希望翕出来画面会让和听无的人用目睭来感受音乐。我是看字幕还有手语，两个都一起看就能理解。之前我本来照歌词比得很奇怪，看到他的表达很好，想向他学，他的手语进步很多。虽然甲妈妈感情真好，不过以前廖晓彤不因为父母拢听无，感到自卑。因为我跟妈妈比较常出门，然后我跟妈妈出门的时候，我都会不喜欢在外面打手语，甚至呢，妈妈有时候会发出一些声音，然后那时候以前就会觉得说，叫她不要发出那个声音，因为很大声，怕会影响到别人。然后我小时候也会觉得很丢脸。一直到伊开始做表演工作，学会晓释放家己的情绪了，才开始接受家己是扩大听无人的囡仔的身份。透过这边计划，伊感觉会当更加理解因父母也个听无人的想法，以后会继续杀这项计划，翕更加多音乐影片，和听无的人来欣赏。记者综合报道。为了爱到英国女王哦，澳洲政府之前宣布讲，2021天全国放假一天，也毋过昨放假，所有上千人行上街头游行，来表达因反对各地现代社会实施君主立宪的制度。民众行去咧街仔头发口号，澳洲政府22号休一天，爱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民众所选择这天站出来，表达反对君主制。说来有民众认为讲，这伫现代社会并唔是正确的体制。The fact that a group of unelected, born-to-rule people get to live in gold-plated palaces while the rest of us can't even afford heating during the winter. 在墨尔本，原住民是对抗政府团体发起另外一场游行，应该双手捏互红，表现出货的感觉，批评英国君主制和殖民主义过去几百年来遍布世界的统治，互民众真侪压迫和苦难。All the suffering that has
and sued in defense of the crown, in the name of the crown. 这大堆民众是往伫墨尔本的中央车头，也废除君主制含兴土地内的标语，因此真激动。 抗议者嘛指出讲，伊丽莎白二世捌伫关人民的文件顶悬签名，白纸黑字是证明伊毋是清白的。澳洲要予英国殖民100多冬，独立了后是奉英王做国家元首。1999年捌赢一点点的票，反对取消奉英女王为元首。这摆英女王过身了后，取消君主制的声音，民国一摆起来，但是总理艾班尼斯进前敢若回应。 伊认为上重要的代志，应该是针对原住民的政治权利，较紧来办修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英国有一间餐厅哦，伫菜单顶头标示料理的炭卡列加炭牌，互消费者伫点菜时阵会当参考。餐厅内面，消费者看菜单点菜，点好了，灶骹开始料理，煮好了，一盘一盘好食的料理就会捧出来。 真侪人客伫咧等上菜时阵，会哪看菜单哪开讲，伫菜单顶头拢有标示炭卡列。It wouldn't necessarily change how I ordered, bu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because I think it would strike up conversation when you're ordering, like over your table, which might then change your decisions when you're going shopping in the future. 这是英国布里斯托一间餐厅，自7月开始伫咧菜单顶头放料理炭卡列的提示，也是第一间甲英国素食主义咨询机构 Viva 合作，提供炭卡列菜单的餐厅。And I think people are a lot more aware nowadays that the climate crisis is here and that they have to act. And obviously, we're urging the government to act by, for example, implementing carbon counting. But it's also really important that people know people powers a big driver for change. 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制定，世界各国爱伫咧这个世纪结束进前，将全世界温度上升的幅度限制伫咧摄氏1.5度以内，并且打算伫咧2050年实现碳中和。所以就愈来愈多企业甲消费者开始重视碳卡列。所谓的碳卡列就是个人、事件、组织、服务或者是产品会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会当计算人类活动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什么款的影响？英国政府统计，英国人平均每年的碳卡列超过10吨，互当局设定目标，2035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78%。联合国的相关专家捌伫咧4月时阵讲，莫食肉，该食素，时常会当有效减少个人饮食的碳卡列。就像真正牛排的汉堡，伊的碳卡列是素肉代替品的10倍。 因为服务业发达，需要正快所在，造成会当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减少，而且动物排泄物排出来真烦，造成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还更加严重。所以，伫咧扫碳卡列菜单，严哥也有无同的看法。When I go out to eat, I just want to enjoy it. I don't want to know the calories. I don't want to necessarily know the carbon footprint. However, looking at the beef burger is quite something. If I was choosing between two dishes. Maybe depending on how hungry I was, I might choose the one with the lower footprint. Just you know, it's useful to see. 碳卡列的计算包括食品自原料收成、加工、包装到运输的过程。为了要了解餐厅内面料理的碳卡列，业者也会将食谱加原料的清单交予专业的公司来计算。而且为了要减少碳卡列，会尽量减少使用外地买的食材。素食主义咨询机构 Viva 也希望以后所有的餐厅都能用这种菜单，大家做伙为减碳尽一份心力。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气候暖化到底有偌严重咧？根据上新的研究报告是指出讲，格陵兰的冰层已经开始大规模翻掉咯。就算现在马上来停止所有的工业污染，嘛无法个改变咯。全球的海平面伫本世纪尾哦，直接升悬27公分。全球暖化愈来愈严重，气候极端化。2022年热天，欧洲拄到严重的热天气。瑞士南部阿尔卑斯山顶上大阿莱奇冰川超过81平方公里，因为温度升悬，冰川扬正紧。The glaciers are disappearing. They say when it continues like this,
in the year 2090, there will be only remaining 10% of the glacier. 这是美国纽泽西州的大西洋城，因为格陵兰冰川继续强，海平面上升的效应已经对这座有38000位居民的经济城市造成明显的影响。沿海地势较低所在饮水未退，当地海水伫咧过去8年已经上升超过45公分，估计到公元2070年也会升悬76公分。这么这座正舒适的城市，到时恐惊就无法度过大人。 As you can see, most of the back barriers are flooded at that time. That's going to be persistent flooding, so people they won't be moving their cars. They'll be moving their home. 格陵兰冰层氧化3.3%是上保守的推估。若是全世界继续烧石化燃料，格陵兰冰层大规模氧化并且定定发生，海平面甚至可能会上升78公分。一家地势较低海岸线淹掉，改变规个世界地图的面貌，并且加重大水加风暴的发生机会，影响人类的生存。公司新闻金远庆编辑。 下晡半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 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